我提咗名童英年生，我自己認為佢嘅政績同埋喺政府嘅經驗咧，係對香港人咧係好嘅。溫總話多人擁護啦，有人就解讀話係即係而家民望較高嘅示威。我其他唔講啦，我講埋即係我自己係支持童英年生。即係3.25嗰日，你都會投俾唐先生？係一定啊！對於佢嘅大仔李澤鉅話，香港投資環境大不如前，會加大喺海外投資。外界認為係暗示一旦梁振英當選，長和系就會由香港撤資。李嘉誠話絕無此事，冇咁咩事，嗰啲人亂咁講，絕對長和係冇撤資嘅啊！呢個講晒啦啊！亦都唔講邊個會成為特區下一任嘅特區首長嚇。我愛香港嘅，以過往嚟計呢，今日喺香港嘅投資呢，佔我哋大約係15-16%。我投票嗰一日3月5號，我都係投俾童生嘅。到而家都唔動搖？唔會嘅啊！呢個唔係個人嘅事，係個人愛香港嘅動機。CY 做咧會即係樓市會冧，經濟會差，有冇咁大影響咧？我唔答呢個問題，我淨咁對邊個人都唔公道。我提名個位，我就講坦白同你講，我提佢名嘅基礎喺邊度？就係佢嘅過去喺政府嘅政績啊，同埋佢嘅經驗。李澤鉅先生咧，即係之前就講緊嗱，唔好多啦，小姐，我益你咪羅小姐啊，係要益得福你好多啦，因為你咁早嚟，我就要見你啫。好多人話嗰啲地產商轉軚喎，有冇聽過？即係呢啲我自己冇聽過喎，嚇，我自己冇聽過。有人話要搞到流選，我唔知道呢啲事，唔該。機會大唔大咧？流選我唔預測啊。